来看到这中华园林张梅情形，这个来弄车门，这是一个桥倒摆技术。伊讲这台白色的轿车开车害来害去啊，这个驾驶看起来戇神戇神啊，是毋是有速毒？伊来讲要来报警尔，想袂到这白车竟然头门关起来，向前弄，向后壁弄，车绕跑啊！后壁这个技术啊非常勇敢哦，伊要甲弄，伊继续桥倒摆起来捉。 后来，佮来报警，总算来查落，这人真正是速毒了后才来开车的啦。路口明明已经变青灯啊，不过驾驶直接将车插伫路中，车门开，落车身躯压入去车内咧找物件。后壁机车骑士感觉伊怪怪，怀疑伊涉嫌食毒，想要将伊炸落来。你食酒哟？无啊，还是食药啊？无。 你真正危害到人的性命，你等下，我报警处理一下。看骑士要报警，驾驶随赛车去弄这个骑士，佮将伊的机车弄倒，刷落来目库弄到后壁车辆，想要逃走。啊！你后壁开车，落车，落车。除了骑士，附近的一些民众也来斗相共，严格驾驶大油门加速，尾手也是互伊走去。我是应该很确定他有毒驾的行为，还有说话谈吐，还有他身上有点抽搐感。当时用马先砸车的人，就是这个张先生。案件发生伫中华园林区昨暝8点多，张先生怀疑对方食毒，被报警，严格说红 A 龙加载人不安全。警方锁定肇事驾驶身份，于今日9点25分，在云林县斗六市查获该肇事刘姓驾驶到案。警方甲44岁姓刘的男子进行毒品的快筛，结果是阳性。查考姓刘的男子所用过的烟弹孔。 怀疑伊昨暝涉嫌食毒赛车，依照公共危险罪将人送办。